这个放一下。我上个街道做的叫那么来，讲究把多大的加速器，大概就说几遍从那么给，多来比就上个周报说，上个街道做的叫那来，讲究把多大的加速器，大概就说几遍从那么给。罗来比丘三根珠巴，说三个节多做个叫那来，章丘巴多达尼加孙切，大个就说几别错难个，罗来比丘三根珠巴说。好，那我们今天是开始，我们要那个念经的，还有连言、观言的，这些都是。那我们那个今天是解释一下，那大家都希望了解那个是怎么是我们的那个有很多很多是，等一下愿。是忍洽仆人吗？对，两翘不列就是忍洽仆人就是两翘，冤亲债主。对，是青菜桌，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可以处理业障，对，业障、业力这些都可以怎么处理的？那今天解释一下哦。好，那先我们可以开一下，我是这里开藏文的，看着看着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好。那个藏文的时候呢，好，可是啊，麻烦再弄大一点。好嘞，好的好的，没问题的。好，那个第一个是两窍不来，两窍不来就是烟就在走，对吧？好冤的。对，亲债主，NG 在组对，好，那 NG 在组的时候呢，那个是解释的话，那第一个是什么呢？有关的是因果，就是雷准人，雷准人他们有关系很有关的，所以雷准人这个也是先要了解一下下啊。那先我这里解那个我已经准备的那个我们的那个书上的那个开始解释，这样慢慢这样子，我们解释解释的话，这样子就好了。好的。那第一个我是说那个第一个佛说，不是我是说佛说那个佛说三个经，那藏文的话。阿妈感谢大队来了的，起码感谢大队什么了的，三巴桑那撒旦那样桑，他们去桑巴达拉拉来说，是那个是佛说的，佛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阿妈感谢大队来了的，那个是什么呢？过去的以前的上辈子做了什么？如果上辈子做了什么，我们不用太检查自己的长得怎么样，就知道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比如说自己那个这辈子长得很好看的，这些都是上辈子做的很好的意思是。对，那俺妈感谢俺妈过去上辈子做了什么，打对里了的现在的那个身体看一下就知道。如果现在的那个身体没有很好看呐、还有比如说很难看的这样的，还有做什么都没有很顺利的，这些都是那上辈子的那个是冤亲债主，所以说这些都是上辈子没有好好做的意思。如果这辈子很好看呐、还有没什么问题呢，身体很健康呐、心里想什么都很容易成功的啊万事如意这样子有的话，那上辈子做的都是很好的，所以这些都是。
现在的怎么样都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就知道的意思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起码感谢打等塞了对，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下辈子我们什么样子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心怎么样。如果你的心很善良呢，很好的话，没有什么那个做坏事呢，心里都是真的是很好的话，那就是你下辈子就是做的好的，去的地方也很好。那如果你现在这辈子伤害别人呢，没什么感情杀这些呢，这些的，那心里那个给别人麻烦的这些给的话，自己觉得没什么的，觉得是这样子的话，那下辈子是一定是做的都是去的地方是不好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三八三那撒旦那样桑，三八三那撒旦那样说，如果心很好的话。那个我们的怎么说呢？田啊，还有户啊，这些都会帮忙的。所以帮忙的话，那就是去的地方呢，做的地方呢，做什么事情都是很好，很顺利的，很好，成功的意思是啊，撒旦那样上做的地方，去哪里都是很顺利的，意思是这样的，满满的哦，也，可是啦，意思是这这里样子的煞不是那个沙丘，不是实地，不是哈。啊，这个是萨杜然后拉雅，朗纳也那就是不是地的意思，对哈。对对对，好，是实地吗？还有武对对，道吗？是这样吗？不是，只是萨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去的地方，那个是土地，一般的，土地。哦，对对对对，好，好，好的。拉手。那他们去桑巴达拉拉来说，他们去桑巴达拉拉来说的意思是呢，所有的都是靠自己的心，所有的东西都是靠心的意思是，如果心好做好，就是都是好；如果心没有好，假装外面好，那个是不好。所以都是靠自己的心，意思是这样子的。好，那这里不用太多。好的。好，那现在呢，这个下面呢，进呐的意思是呢，平常反正对进呐，usually 我做长嘛，台湾台吧，对俺们台吧下到一张，反正我们都是，所有的人都是喜欢快乐的，不喜欢痛苦。所以这我们的人呢，还有动物呢，每一个众生都是这样的意思是，对，苍嘛台湾带吧，所有的人都是喜欢快乐，喜欢舒服，喜欢健康的。那对俺们的吧，就是不喜欢痛苦，不喜欢难过，不喜欢不舒服的。所有的动物呢，所有的不特伽罗，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样。所以呢，这个一样的，所以呢，David 就给巴当，David 就给巴就是快乐的因是什么？我们要做快乐的因啊，舒服的因啊，因就是先做好好的，然后呢，果就是好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 David 就给吧，台湾就是快乐、舒服、健康的。因做什么呢？因就是我们做要那个是台湾是什么呢？那个是台湾是真正的台湾。对，真正的莲花的意思是呢，就是佛的地方才有的，所以这个是要做的意思。做什么呢？David 就那个是因是什么呢？要做好好的修法，好好的修习，好好的学佛，不要浪费时间的意思是。那对俺给就没给我上帮给。第二个呢，对俺给就痛苦的因，对，痛苦的苦的因，对俺就是苦，苦的因。是什么呢？Miguel 是什么呢？那个我们那个什么啊，恶恶不善，哎，对就不善的，哎。对，所以呢，那个是是不善，对，是不善，十个不善，不要做十个不善。所以 David 就没给我说十个不善，这些等等都不要做，要帮给就是离开的意思，要不要做的意思，也一点是不善也一点，对，是这样子的。好。给谁了？那个棒是不是舍弃？
邦就是那个离开的意思，邦就是离一点，不哦，要太近的意思。意思是呢，舍弃。十不善就是不要太近的，对，邦就是我们要不要做的意思，不要做的十个不善的不要做的意思啊。好，那个下面呢？哦，不好意思，对，然后呢，我们有业力的业，我们的业障的业，业有连就是业呢。那个有连年把的意思是呢，业一定要它的那个现在我们做了什么，那个是一定会它的果实一定是生出来的，对。然后呢，那个是连年把。连拍瓦的意思是呢，我们今天做的一个杀斗的，那个杀斗的没有忏悔，这样的话，那个的业障一来一高，一来一高，一来一高的意思是，对，来气没杀吧，来气没杀吧，就是来不会改变的意思是，对，所以呢，第八下边，所以呢，这些都是做什么呢？第八就是我们的那个是印，对吧？第八就是印啊。所以那个是可以，你把笑比，你把忏悔就可以都是全部都是会处理的意思是。所以那个是驿站，那个是第八就是驿站呢、驿站处理，驿站参会，那个是第八就是这些驿站处理，意思是呢，忏悔的话，那刚刚这些我们的不好的做的都是那个业障，那这些都是可以处理的意思是，如果真正的忏悔的话，这些都可以处理。你把笑比打靶的意思是就是会处理的意思是，比如说这个下面说，比如说对소모인拆瓦，소모인拆瓦的意思是呢，以前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呢，那一个那个是名字就是那个不知道，我们藏文说苏莫纸曼，啊，格斯拉，纸曼，指曼对他是不是杀了999个人的那个对，人？那个指哎，曼纸曼，手指对头的指。对，直麦，他杀了999个人，杀了，那这个是真的是非常不好的那个是那个业障了，对吧？那个是非常不好的业障了，所以他非常不好的，但是那个999个人杀掉的那个是业障非常大的，但是他忏悔了。真的是忏悔了，真的是他非常后悔了。那释迦牟尼佛说的时候，他才知道呢，这个是不行了，所以他非常后悔了。后悔了，那忏悔了，忏悔的时候呢，真正的忏悔了，所以他马上变成阿罗汉了。所以呢，做了这么多的不好的事情做了，还有可以那变成阿罗汉呀，后来就是变成这解脱的，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忏悔的话，以前做过的都可以那个干干净净的处理，干干净净的除渣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什么呢？那个梅拉利巴，我们大家都知道梅拉利巴是弥勒非常有名，日巴对，梅拉利尊者。巴，梅拉利巴也是，那他杀过呢20多个人呢，还有那个不准呢，他掉了那个一个什么那个是杀很多动物啊呢，还有杀很多那个地方的，呃，都是已经杀掉干干净净的刷掉了，所以他杀了这么多人呢。然后呢，后来他才知道那个是，哎呦，我不行，我杀了这么多人呢，杀的也是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是20多个人呢，所以这些都杀了。所以呢，他非常后悔了，非常后悔了。然后呢，他就忏悔了。那忏悔的时候呢，那就是这辈子就解脱了。所以他说：“你把米拉的把明年修炼他把赛把说，赛把就是参了等等的这样羊就是爷，下边就是那个忏悔了。所以呢，他准备公布他把说，他准备公布，所以他也是这辈子就那辈子就解脱了，所以就马上得到的阿罗汉。所以呢，我们做了画设，
这些做杀人，这是最大的恶啊。但是可以忏悔，忏悔的话就是干干净净的就可以得到解脱的意思是。所以呢，他准备攻破塔巴苏党，然后啊，这个一样的，荣耀就是我们也是，我们也是要做忏悔哦，意思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呢，我们也是要做那个什么说呢？要常常要做忏悔，对，好，那现在这里开始，那我们是我们平常是做错的是什么呢？我们做错的都是，比如说这个里面的是不善的，对，十个不善，十个不善是什么呢？那十个不善当中呢，你们已经学过了这么多了，但是我们今天提醒一下下。那十个补上里面呢，我们身体部分的有3个，对吧？一个是那个乳炎的路线吧，那个是腺炎，对，乳炎。第二个是素结吧，素结吧是什么呢？就是杀生啊，杀生，杀动物呢，杀人呢。这个里面的杀是一定是杀人的意思是受戒吧？对，那个第二个不是第一个裸颜是什么呢？裸颜是我们男女关系的那个是，比如说家人的话，那就是自己的那个老公老婆在一起没有关系，但是不可以当其他的那个外面的人不可以在一起。如果这样子做的话，那就是裸颜。对，那个是上不上的第一个最严重的，所以这个是不好的意思是。好，第二个就是杀人呢，对，那刚刚这个里面的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怎么说呢？家人的，我们出家人的话，那就是不是这个出家人就是密宗吧，些吧，密宗吧，些吧，就是不可以男女生在一起的，这个是密宗吧，些吧，这个是我们出家人的。但是在家人的是，这个是第一个是要改呀，那个是鲁爷跟密宗吧，些吧，他们那个要改的，对。好，那第三个是第二个已经说了，那个是杀人的意思是啊，不是杀动物的那个是怎么说呢？是不善在这下面也有，但是杀人是最严重的，所以这个里面的我们身体那个里面的都是受戒吧，就是杀生的杀，就是一定是杀人的意思。那杀动物也有，那这个里面不是说杀动物啊，所以动物可以杀吗？不是，动物杀也有那个我们那个是不是有，但是刚刚那个4个里面的那个不是，对，好，速戒吧。也是那啦，哦，也是啦。那收据里面包括自己。大人呢，自己也是人呢，哦，好的。对自己也是人，人杀的话都是包括了啊。所以不去那个马辛巴连巴，马辛巴连巴的意思是呢，偷东西的意思是，偷东西的话，那就是不可以的意思。那偷东西都是不可以吗？都是不可以。但是刚刚这个4个里面的偷东西是非常严重的偷东西，比如说偷了一次，那时候的那个国家的那个是那个国家的那个什么法律上。那就不行的话，那就是这个4个里面的是，偷东西的。那平常是你1块钱偷啊，2块钱偷呀，那个是这个里面的那个马辛巴联邦不是，这个里面的偷是不是的？这个里面的偷是一定要是国家的法律上不行的，这个法律上如果那个偷了，然后让那个警察会抓里面的话，那这样的不可以的意思是，那因为那个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候，那个国家的那个法律上会抓里面的话，
那这样的就不可以，这样做的话，那就是不行的意思。如果我们出家人的话，那这样做的话就是还俗的意思。对，所以呢，那在家里也是不可以，在出家里都不可以的意思是啊。那我们有些人会说，那小小的1块钱、2块钱这样子拖没关系吗？这个也是有不好的，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对，所以是那刚刚那个4个里面的拖东西是很严重的。对，那你脱一个那个，比如说脱一个那个帽子啊，那个是有下面有那个小小的那个不上的都有，但是10个里面的不上不是的。好，这些要解释一下下。那我给过呢，没给我是，我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可以的，比如说可以的上面有三可以的那个可它有4个，4个里面第一个是人，那人就是那个假话的骗人的意思。那个骗是什么呢？那个骗是我们比如说小小的骗都是吗？不是，那个人是什么呢？那个人是比较多的是那个我们的，比如说讲课的人比较多的，因为呢那个人那个是骗人，就是如果没有得到菩提心，假装说我要得到菩提心，我要得到慈悲心，我要得到什么什么的金刚什么，我金刚我是佛什么什么的，这样说的话，那就是这个是人的是就是这样的那个配的。那比如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台北车站呢？我说我要去板桥，这样的事不算这个里面的骗。对，这个里面的骗人就是那个假话是这个是换假话的话，这非常严重。我得到菩提心呀，我得到出离心呢，这些说的人，如果没有得到的话，这样子说那个骗很多人的，所以这样的不行。这个是4个里面的那个，就是人就是这样的。对，平常小小的那个这些都是不算这个里面的，还是不行哦。对。好，那个是叉骂，第二个是叉骂，叉骂是什么呢？叉骂就是我们的两个人朋友很好，很好的当中讲一个话呢，让他们不好呢，这个是叉骂。那这个里面的叉骂是什么呢？哦，那个，比如说很多人一起，台中的人跟台湾的台北的人都很好，那讲一个话呢，他们两个都不好了，这样的是叉骂。不是单独的两个人的，对，那个是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国家跟国家的中间加一个话，然后呢，我变了，他们说不好，那就是那个是插骂，很严重的。对，那两个人的中间加一个话，那他们不好的，这个是也是不行。但是刚刚那个里面的长骂不是，那个里面的长骂是一起的人，这些的人那些的人，他们当中加一个话，他们两个变不好了，那这个是长骂的意思是啊。好，那个下面是吃住，吃住的意思是呢，平常我们那个讲的话就是非常难听的话，都说的这些都是吃住，对，那不可以讲没礼貌的话都是说出来，这个是吃住，对，吃住不，这个是不行。那我掐的意思是呢，没有意思的话，很多很多说出来的就是我掐了，对，所以这些都不可以。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不要讲比较好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好，好，那已经没给我送，已经那个是三个印的有3个，印的3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那些，那些是什么呢？哦，那个人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车子，我也想要这样的，心里面想，哦，那个人给他那个人很好的啊，我也是要的，那个是那些。对，这个是不可以的意思是，别人得到的时候呢，可以他随喜，不要想我也要的，我也心里面很想的，我也要的，这个是那些哦，这个是不行的。那第二个是那些那些就是伤害别人的心的意思是想他给麻烦的，想他给他那个痛苦的，这样的就是那些对，所以这些都不行的意思是。那这个对话呢，最后那个是什么呢？译的那个是罗大，罗大的那个是罗大是什么呢？罗必刀啊，比如说
我们是佛教的，佛教都是有业义、有知道、有相信呢。那个时候我们有那个因果，那个是罗大是什么呢？没有因果的想法，那个是罗必达啊，没有因果没有因果，只是说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罗大，这些都不行的意思是。所以呢，这些都了解后，如果这样自己以前做过的话，那就是自己要忏悔呢。如果那以前没有做过是很好，下次这些都不要做好。那这个是做的时候呢都不好了，所以那个是相反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些都相反的，就是给那个善意所以呢。所以呢，这些我们每给我就十个补上，不要做10个善。对，好，那这个下面看呢，每给我就刚写把人这我得都得。对，刚刚那个十不善做了什么，都是他的因，他是因他的果是一定会得到的，所以他的果对不对？对，哪一个果哪一个果，这些都是，那就是那个他的那个怎么说呢？善恶的那个是果，对，是这样子的。好。业障都是业障的，就是那个是业力的。对，这里我有一个单子。好，业力的这位用个业，然后呢，相当要不写给吧的，得有念不到不起。然后呢，我们要忏悔呢，忏悔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我们有很多很多那个这样那个是果很多很多不好的果很多很多，所以呢业力的那个有很多很多，所以呢可以忏悔。忏悔的时候呢，这里说小当要不写给，就是要好好的忏悔的意思是，好好的忏悔的时候呢，那就是念波大喜过呢小给把意思，念波大喜过呢小给把的意思是呢，可以那个念波大喜，那个时候我中文真的不行。忏悔的时候念波大喜，念波大喜知道吗？怎么说呢？是对智力，啊，智力对峙，视力对峙，视力对峙，对对，对对对峙，对对。哎，嗯对对嗯，峙，视力对着，对对对着对着，所以视力对着就是念波大喜。那有念波大喜过呢，可以忏悔的。那个是真的是一定要常常做啊。念波大喜就是视力断冲。对，刚他说的是。视力对对峙，对峙，对对，嗯视哎，力对着，对峙，对着，嗯，对着，视力对着，那个很好，对着，好，谢谢，对着。好，那这个里面的下面呢，要视力对着是怎么是，我们是要了解一下啊，什么是视力对着？那念波大西过的下一个把音上。好，大西呢，视力对着四个对着是什么呢？大西，第一个大西呢，点击到。点击到的意思是什么呢？点击到的时候，意思是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忏悔的话啊、那个忏悔的那个是话，先要点击到，点击到是什么呢？那个要是依止要力，一啊，依止上师，依止佛陀，依对，止依一者一者止力，的意思是呢，一定要归因三宝。那归因三宝，然后呢，要发菩提心。要菩提心的意思是呢，归因三宝。我们三宝归因怎么归因？上礼拜学过了，所以要归因三宝，佛法上一定要归因的，心里面一定要信仰，一定要相信。然后呢，自己的心里面要那个三界就了这个三界就了一个三界。三界的意思是呢，菩提心的意思是呢，想帮助很多很多人的这样的需要的。对，那个是惦记到一定要那个观音三宝，然后呢要那个菩提心。菩提心不是强，这真正的菩提心没有也还好，一定要
要想帮忙很多人的，这样子就是三界，对，这样一定要的意思哦。惦记到，好，第一个是这样子的，好，那第二个是 number 顺就比到，number 顺就比到的意思是呢，那个是 number 顺就比到的那个是第二个是那个呃，第二个怎么说？number 顺序比道的意思是呢，自己了解的意思是什么呢？自己知道自己以前做过了画设做过了什么，自己以前做过了十菩萨的那个菩萨的做了什么什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那个做画室的做了什么什么，这些都是自己要了解，然后呢要好会好画。好会，就是你解释是个非常好会的，这样的要的意思是好会。以前我这样的不应该要做的都做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后悔。对，这个是 number 升级比到。对，好，number 升级比到是这样子的啊。对，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年波更多级别到，年波更多级别到的意思是呢，刚刚这些都做了，这么多的都做了，所以呢，要那个是后悔了后，那就是年波更多级别到，年波更多级别到的意思是呢，要开始做善业。对，善心做善心，不要做不善心的，要做善心的。善心做了怎么做呢？一定要学佛，那听佛，那看书经典，要那个了解经典的里面的，这样做就是给予小娃了真吧，给予小娃了就把真吧的意思是善业的都是要做的意思是，对，给予小娃了真吧。不要做那个恶业的这些，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这个里面我们这样是不是叫做给谁啊？是嗯，不是叫做现行对治力？对，第三个现行对治力，现行对这类，对，现行它有个对这类，专有名词，第对。三个，那第四个你看一下叫什么？第三个现行对这类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要做那个善业的，比如说做好的，不要做坏事。那这个里面做好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看书啊，看经典呐、要上课呢，要了解呢，要学习，这些都是。好，第四个呢，第四个道词是什么呢？那涅巴列拉多比道，涅巴列拉多比道的意思是呢，那个是中文怎么说呢？涅巴列拉多比道，涅巴列拉多比道的意思是呢，从今天开始，那下次我就不要做的意思是呢，从今天开始，下次坏事的事情。不善业的这些都是从今天开始不做，这个是心里面要决定，自己要答应的，很硬的那个答应的，这个是就是你把脸上都别到，对，答案随心切，某些你们逻辑个意思是呢，从今天开始，我下次都是不要杀人，不要杀动物呢，不要讲话呢，不要吵架呢，不要心里面那个不开心的，不要怎么说呢？心里面呃伤害别人的这些都不要做的那个事，一定要放在心里面，这个事就是第四个。对，所以这些都是做的话，那就是那个是能力很强哦。所以以前做过的都是会，那个刚刚那个是梅拉里巴跟索蒙乔瓦一样，都会画室都会杀掉了，所以都是干干净净了，就很好了。对，然后呢，这个里面可以解释一下下的话，那我们呢就是六不是六个什么 passion 那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布设六度，啊。六度，对，六度的话，这个里面顺便我们有那个是六度的，六度的做的时候呢，我们说，比如说简单的布设，辛巴东瓦的路线图啊，辛巴东瓦的路线图，如果上辈子你布设了，那布设你多了很多什么什么布设的话，
那就是你是你看鲁献中啊，就是下辈子是非常有钱的，非常心里想都是会成功的。然后呢，挣得了这个里有不是有鲁献九啊，能是挣得了交了送人给金吧？那意思是呢，布施的话，我们是要变成很有钱的。第一个是这样子的。那这边则有布施有两个三个部分呢，比如说称的了交了送人给金吧，就是比如说穷人呢，我们给布施他，对，穷人我们可以布施给他心里很满足的话，我们就得到的布施的那个功德，这个功德得到的就是上下辈子就得到自己的，所以这布施自己而已，所以是这个布施很好的意思是，教了上这个金巴党，还有想听课的人，想学佛法的人，可以那个去给金巴。有有罚的布设，罚的布设就是上课这些是罚的布设，去显给了去给人巴所接呢，所以这样的做的话，我们那个怎么说呢？呃，佛法上课的时候不一定教课的时候不一定是要出家的哦，自己学到的都是可以不那个上课可以教呢，鼓励别人学，然后呢解释给他们，这个是法就是不是这样子的，不一定要出家的哦，所以自己了解的都是可以。那个解释给大家，让他鼓励他学佛法，这样的功德自己功德很大的。所以呢，这个是布施哦。所以呢，这喜马拉人家感觉到点吧，当去兰开吧。所以呢，下辈子自己也是很厉害了，有很什么都很得到的，很容易得到的，很变成很需要什么都有的。还有，如果你下辈子也这辈子你不是佛法的话，那下辈子你学佛法的很厉害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这个里面刚刚我没有这个里面写上来，但是我说一下的话，我们的那个21个度母的那个绿度母，度母就是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它就是供养啊很多很多呀，布施很多很多呢，所以呢，它就是它的那个功德很大很大。后来他就是自己想要都是可以做的，这个也是他的布施的一个那个因果。所以然后呢，他就说佛他已经功德很大了，所以他心想可以设成了，所以你想做什么为佛导为他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要帮助众生的。所以以前都是帮助男生的部分有很多，所以呢，我是女生的部分生出来，然后帮助很多人，像这样子，就是他的愿望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的愿望成功了，所以呢，他就是我们那个度母就是帮助众生的，是这样子的。他以前就是布施很多很多，所以功德很大，所以他心想事成，就是帮助很多人的这样子。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布施是这样的。好，第二个呢，村村说话的念头他当面广播的，他对年龄他们这边广播套把住拍那去，那个村村说话就是那个借力，好好的保护的话，对，借力，村村就是借力，出家戒有出家的戒律，好好的保护。那在家里的话，在家里的好好的保护。出家的话，我们出家有那个我们那个比丘戒有253个，都是好好的处理。那小小的如果错的话，就是15天要忏悔就刚好。那你们的话，一定是在家里的话，一定是刚刚那个十不善，十个不善是一定要不要做。一定要不要错过那个10个不上，这样子就可以的。加了的那个是戒律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是好好的做，不要错过，那就没问题的。10个不上，刚刚我说过了，这个是那个就是自己的戒律好好的保护的意思是，那个村出所就是这样子保护的话，那就是上辈子就是快得到我们那个是念头他的命比较多的是，我们可以生出来那个人的部分呢，高的话就是天的部分呢，这些都是比较高级的可以生出来。
那更好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下辈子就解脱的意思是，对他们原来他们这前边广播套吧，他们这前边就是解脱的意思是，所以这样的我们建立好好的保护的话，那就很快就得到解脱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这些都是不是乱说的哦，这些都是经典里面的，对，所以一定要自己的建立好好的照顾哦。好，是这样子的。对，三毛啊，那么就所以当初要不送给吧，当三毛啊，就是我们的出家人要自己的戒律有比丘戒呀，这些都是那个出家戒呀，什么什么自己的一定要好好的保护的意思是。那教我呢就没给我教我呢，就教我的意思是呢，就是你们在家里的。不是出家人，在家人的教我就是家人的，那么就没给这本给存出也不输给。没给这步就是刚刚那个十个不善，十个不善就是好好的保护的意思是不要做十个不善哦，意思是这样子的。好，然后呢，第三个是塞巴岗吧，塞巴岗就是布施，不是那个人肉的意思是，对，人肉就是塞巴岗吧，那修得大的点吧，这个是很能力很强的意思是，为什么呢？塞巴岗把那写的大的点吧去，刚一些呢是为什么呢？空中一年米，印度三百，对于年波塞巴岗突那这来啥啥，塞巴岗呢，这不第八档随突那高几个，这把用个，意思是呢，比如说这辈子要学人肉，学人肉的意思是呢，那个是能力很强，因为呢，那我们的肾气的那个肾气是恶，那个肾气是非常不好的意思是。那个非常不好，因为那个是恶心，那个是生气的那个气是非常强，所以那个是因果，我们会得到那个地下的意思是，所以呢，一定要修人肉，修人肉的话，那就不会这么辛苦的意思是啊，所以空咒以年命一直三月就是我们生气的时候啊，那个生气的那个是恶心，非常不好的。第一年波，这个是断主是什么呢？就是手把杠。十八杠就是小人肉，小人肉的话，那就是下辈子大家的先看着你非常好看的样子，那先听、先知道、先看到、先碰到的时候，都是啊那个人很善良、很好的这样子，马上别人会容易喜欢你的样子的，会生出来的意思是，对。看起来就很善良的样子的出来的意思是，随便这不对吧的，当然对吧，就是一看就喜欢，爱上的意思是，一看就爱上的这样的生出来的意思是，生出呢搞啊喜欢，生出呢就先看到就是马上喜欢的这样的生出来的意思是，比如说这辈子学人肉的话，对。好，那个下面是针对解版呢，这个第四个针对的意思是呢，就是我们禁忌做禁忌的意思是呢，我们要学佛法的时候要好好开开心心的学，不是有人勉强的，自己想学喜欢的学的话，那这个是非常好的意思是，那个是学的时候呢。要处理，先把那联络都极力帮你，联络就是比如说很怎么说呢？我们那个是很懒惰的，这些都不要。抗议，对，对，懒惰，那我举例就是一直留下来，一直留下来，想做，但是今天也没做，明天也没做，后天也没做，一直留下来，一直留下来，一直留下来，这些都是那个经济的想法，说不可以，想做的就刚刚马上做，对，想学马上学，开开心心的学，不要别人的那个控制里面。所以这个是尊重是一定要学习休息的时候自己开心的要学。对，这个是如果这样子学的话，那就是下辈子以后呢，都是节目就是下册自己学的时候，不要很辛苦，一看看就马上了解的，对，一看到一听到就了解的，是这样的这个是他的那个果是这样子的。对，
别再轻易就下完之后，别再轻易就是一下下不要太辛苦，一下下一听听听听一听听，一看看就全部了解的。这样有很多我们那个同学当中也有啊，有些很聪明，马上就了解的，有些一整天念呀都还是不会的，这些都是有这样的有因果，所以要这样的做。好，那第五个呢？禅定三谛讲吧啦，8点吧。三谛讲吧就是禅定呢，做禅定就是那个我们就是那个打坐呢，这些做的话，那就是三谛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怎么说呢？打坐呢，闭关呢，这些的话，以后都是那个自己的那个闭关什么都是不会那个很稳定的。自己的那个闭关的时候很容易成功的，因为那个心不会拔来拔去的意思是，对，它的果是那个是我们的心很稳定的意思，对，密八点吧，就是讲什么那个打坐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观想什么，就是那个是很门强的，那个是不是那个很稳定的，不会乱做的，这个是很功德很大的意思。密八点吧就是那个观想那个是很好，不会乱跑来跑去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好，那个下面呢，写了根本，写了你话说偏修的去，写了就是真会了，写了真会的意思是呢，我们就是学习这些真会，根就是那个要这些做的话，那写了根就是想这些的话，那就是以后那个我们的真会很快的意思是，做什么都很留意了解，然后很快的。意思是这样，他的那个能力是很快的意思是，对，写了马上解脱，马上成功了，马上你要了解那个是，意思是那个是写了就是那个空心了解的那个写了，空心了解的智慧，空心了解的智慧怎么观呢？就是观想那个空心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成功的话，那就是马上得到那个呃佛的那个智慧，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智慧是这样子的。好，第一个是不设这几之间人肉、竞技、场地、智慧这些，一定要有自己有这个做的话，很好的意思是。那这个下面呢，你们看一下，这个下面呢，连冲冲那样这问拍瓦党接人着我说，我们的那个做了什么什么都是，比如说刚刚这些做的话。小小做的也是，它是一直要那个发出来的时候发展的意思。所以我们做好的事，比如说刚刚那个是做修人肉的话，那个是人肉的，那个是我们的业，就是一直发展，一直发展，一直发展。如果我们做一个不好的那个，比如说肾气的，那肾气的那个是也是那个是恶业，是一直发展，一直发展，一直发展的意思是。我们的那个借钱的时候有那个利息有没有？这个一样的，我们放什么都有利息哦，所以业的有利息，好的利息，不好的利息都有，所以一定要做好的事，那就利息都是好的。对，做善业就是就有很多善业的利息，意思是这样子的。就连冲冲就是那个业小小的业做的话，那是来阳。就配瓦就是发达的，接着就是涨价了，很多很多涨价的，所以有的意思是好。那进了三个给送了来准这个蒙古送也讲，那这个里面说非常那个怎么说呢？进来就是有这里佛菩萨说了很多很多那个，我们有业绩在做，还有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因果，这些说了很多很多个蒙不松讲，点你那样写那些，点你那样是真正的我们想了解的也容易了解的也有很多很多故事的。电影那有其他戏，其他就是那个很容易了解的也有，比如说别呢
시방가 제만 탐네印度话都 가기바 정부 자닌 대야的行，意思是呢，比如说我们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小娃娃一生出来的时候呢，以前做过的都是以前做好的撒印啊那个是做了做的都是一生出来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大家的眼里哦很可爱哟，很可爱哟。就是想亲亲啊，想抱抱啊，这样的或生出来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的意思是，这么他呢，一生出来，印度话就是很可爱的，那嘎一把就是很喜欢的，爱上的，那想不想念的吧，想抱呢，想亲的，这样的。也就是都是好做的，都是这样生出来的。如果一切做的那个是不好的做的话，那就一生出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有的小孩子给这把的意思是一生出来就是头不一样的，有一个头是很大大的，还有眼睛也是不好呢，鼻子也不好，嘴巴也不好啊，还有手也是那个长得都是不正常的，这样子生出来，所以长得不好看呢，大家都不想看，不想抱呢，不想亲呢，是这样的生出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对，所以这些都是你结过没吧，就是不好看的，所以这些都是因我们以前做的不好的那个事，那善业，所以做就是这样子生出来的。如果以前做好的话，那就是那个是现在生出来的也是很好的那个生出来的，意思是这些都是因果，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都是因果出来的哦。好，那现在这个是什么呢？这些都是脸翘，脸翘是什么呢？脸翘烟机炸族是什么呢？那个烟机炸族的意思是什么呢？谁呢叫烟机炸族的话，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呢，就是吃东西呢，吃东西呢，就是已经自己拿来了，已经自己用过了，吃过了，但是没有花帮助，没有花什么什么做了，所以第一差了，帕玛这把就是还没有还帮忙，没有还回帮忙，这些都是呃留下来的，这个就是阴茎炸足，脸翘不连，是这样子的。最主要是连我们藏文的话，连扑呀雷巴的意思是呢，要还给一些应该要还给还没有还给的，就是来钞。对，所以呢，应急咋做是一些一定要还给我们还没还给，这个就是应急咋做，是这样子的。简单的说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呢，那俺错聪嘛，这个里面说的，俺错聪嘛，我们都是七档举典，七档就是法里面，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一般的那个平常生活当中，那个是举典就是生活当中，对，还有桑拿的意思是呢，就是那个我们的农夫里面做了，这些都是去当几天桑拿拉苏巴，刚学那样做了什么都是我们学佛法，还有我们可以那个生活当中做了什么做生意呀，还有那个农夫里面做了什么，这些都是。刚才那样轮着给人，我们希望要树立，希望要成功的，做什么都希望成功的，对吧？但是我们有时候不成功、不顺利呢，那没有做好，没有做的时候呢，都是做了很好，但是过的时候就没有，比如说那春天做那个粽子。那秋天要说的时候不一定是好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那新菜是我们做了什么都是有时候不顺利的，有时候呢不成功的，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他说老母，所以笼笼中。
老门州与扎瓦迪，这些都是我们就是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我们没有财宝，没有财物，那一个是我们就没有学大的，没有智慧很好的，没有了解的，还有一个是我们没有能力的，弯差我们就没有 power，对，所以这些都是得到德拉苏比国内隆重嘛就要说，这些都是我们不受力的很多很多有的意思是，对。这些都是不顺利的。因呢，这些都是不顺利。还有你那样，老门周围早晚我妈的刚了点的熊一次呢，那我们不成功的、不顺利的，这些都是重点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演技在做，两条不来的熊认识。我们要演技在做，两条不来，所以我们的那个还要花给的没有给，要花回的我没有花呢，所以这些都是两条不来的说的，是演技咋做出来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好，那个下面看一下啊。然后呢，两条不来所参加得了，意思是呢，两条不来所参加有演技咋做的那个人，他有什么都是，比如说他有财宝，他有家庭，他有家里，有什么都是没有一样的意思是，因为呢，他的都是都是至少也讲没把当鸡巴的，没把的意思是没有一样的，因为呢，他就是他的那个是没有也没有的能力没有的意思是，因为呢，他就有那个烟机炸走，所以呢，这些都不会好好的用的意思是啊。对，好，那看俺从能把的连经的开连给去了起来，我们都是佛教的，佛教都是就是业意那个相信呢，belief 就是因那个来经的因果要了解，要知道，要相信，就是那个我们都相信那个因果，就是意思这样子的。那除了刚才讲的连桥蒙古区自己，我们到处都有烟气炸族，对，可以能到烟气炸族的碰到，就是很多很多的意思是，对，所以呢，这个里面。我们都是我是那个打不来么给来场面，吃了亚麻牛，吃了用过度的面，意思是呢，这些都是我都没有见，没有欠什么什么，我没有欠他什么什么，我没有见过他的什么什么，所以我没有引起赞助，我没有什么对，所以我不要跟鞋都是不要那个低下来。要不需要郑重啊，不需要听他的，因为我没有什么缺他这样的想法有，但是这个想法是不可以的，因为呢，我们都有来正在开朗的松，我们都已经相信有因果，所以呢，我们彻底了来场面那样，这辈子没有欠他的话。还是下辈子、上下辈子有欠很多很多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这辈子来朝成都了来朝没那有接娃打车了，蒙古稍微来朝不来蒙古有的，所以我们这辈子觉得我没有欠他什么什么，我不要什么尊重，不要什么那个是这样子的想法不可以，因为这辈子没有欠，还是上上辈子、上辈子、上上辈子都是一定要欠他的，所以一定要有冤亲债主的。对，是这样子的意思是。好，这样我让做艺术同学，所以我们之间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家人，爸爸妈妈、姑姑、奶奶，那有那个是舅舅、叔叔，这些都还有那个孙子呢、孙女呢，还有那个亲戚朋友，那对，这些都有延期债主的意思是。还有自己的那个我们那个村里面的理事长，还有那个是我们的邻居呢，自己的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女的朋友，这些都我们有延期炸组的意思是，有来俏不来，都有来俏不来的。
对，还有这些是人呐、当然有，还有其他的我们的动物，比如说马呐、还有那个牛啊，那还有那个是猪啊，那这些都有，那个鱼呀、这些都有，因为我们马是我们那个让它经过呢，还有那个杀羊呐、羊呐、那个鸡呐、那个牛啊，这些都是他们的肉，我们已经吃过了，他们的肉吃过了，所以我们要还给，这些都是烟机炸族，对，所以我们还没有还给的，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的意思是，对，所以这些都有烟机炸族，我们吃的喝的这些都是烟机炸族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很心真麻烦呐、很多很多做了很多很多，有些啦，嗯。请问那个苏克啥小丢苏卡苏克是什么意思？族就是有原鸡炸走的意思，就是得到这样子原鸡炸走的意思，就两场熟。哦，对，我们没有花给，还在只剩下的。今天我吃了一个牛肉，那个是肉是它的肉，但是我没感觉吃的，但是那个是熟。我的所有的意思是呢，我下次一定要还给他的，这个是熟。对，熟是这样子的。好，连不连熟也连是对。好，那这个里面说艺术途径没别，那我们直接没有看到的是什么呢？那个天然的，那就是 goat，还有这就是那个鬼啊，还有那个是呃那个就是百度就是那个什么中俄国。中音中医，对对，中音中医，对中医，这些都是我们都有缺他们的，因为呢，我们去爬山，我们坐山上，我们做那个什么什么的，比如说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天人啊，就是那个鬼啊，这些觉得他们的那个房子上，我们就是没有讨厌他们的，就是做了。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的是烟机炸做的，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我们不可以用的。对，所以呢，这些也有看不到的这些，觉得那个房子是我的，那个地是我的，所以我们没什么感觉去马上做，马上用的，这些都是烟机炸做的意思是，对。大个些吧，说参来看到康巴，还有我们别人没有的那个地方，看起来没有的，但是都有的意思是，都有自己的那个土地公处理的，这些都是，还有那个鬼啊，他们觉得是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还有那个猪恶到处都有了，所以他们的用的都是我们看不到用了，所以这些都是应激炸走了。对，这些都是我们觉得心里面没什么感觉，就直接用了。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用了就是应激炸作，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的事。现场空气拉苏边安全现场刚阳没别过呢，把脉六十些吧，来桥不来了苏吧，今晚呢才让蒙布说比来桥不来蒙布也，所以呢，这各做各的要应急炸作很多很多的，对。你们会说你们看到中文藏文的人自己看啊，这里不了解的时候可以问我。那没有看到的人没关系，我解释解释就可以了。最主要是那个意思是要了解。好，好，应激赞助是怎么出来的？是这些都有，我们的那个，我们平常用的、平常吃的、平常喝的，这些我们的衣服也是那个是搓的，那个是做的，所以那个是我们真的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些都是应激赞助的，吃的、喝的、用的，这些都是，哎呦，好恐怖，对，好。然后呢，不连蒙布也别忘记啥，这样应急炸作太多了，所以呢，我们的已经写过了很多，还有已经有很多财宝，还有很多有朋友，这些都有，但是还有自己想做的，就是有时候不顺利呢，有时候呢不成功啦，有时候很难过呢，有时候非常
不行了，这样子都是靠烟机赞助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有时候呢，我们那个自己的家人呐、那朋友这些都是有还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我们的身体会病啊生病啊，还有这个心里面会痛苦呢。对，还有我们那个是做生意也是，所以做生意也不顺利呢。所以这些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烟机赞助太多了，所以不可以这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好的，不可以做坏事。对，还有这个里面说呢，重读三章节龙舟有面，弄大桥的意思是我们的风水就是如果烟机赞助太多的话，风水也就变小了。风水变小的话，那就是我们的风水变小然后呢，我们的那个怎么呢？唢呐就是那个我们的怎么说呢？福德福德不够的时候呢，真的看不到的鬼啊，这些很容易炸案的，很容易得到的，很容易上岸了，因为那个福德不够。那因为那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封锁变少了，这些都是做坏事才有，没有做坏事就没了。对，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对，是这样子的。好，烟机蜡烛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个人们弄大桥，拉桥就是那个是我们有疯了，那个时候想不起来了，什么都是不，怎么说呢？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没有头没有一样的，就是这样子。太夸张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好，这个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是我们那个是出家人的部分的话，第一点的，如果我们是出家人的话，出家人很多姑娘，如果说很多姑娘的话，那个很严重的。如果一定要好好的休息，好好的修，好好的回乡，没有好好的休息，没有好好的回乡的话，那就是那个是非常那个严重的意思。那个名字叫过日，过日就是非常严重，都是那个姑娘给我们的。那个姑娘给我们的话，那些都是一定要好好的修化，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忏悔，好好的那个回下给这些呢，要不然呢，这个很大的意思是，对。好，所以这个眼睛，就如果这样没有好好的处理的话，那就是学佛法也没有学得到。那修那个那个菜那个怎么说呢？我们那个是打坐也是不成功呢，修的时候也是都是不成功的。那这些都是啊呃做一个那个怎么说呢？闭关的时候也心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些都是什么呢？我们的那个没有好好的回乡，没有好好的休息，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好不好的意思是，对。好，所以呢，两朝不能得到善于他心，所以这些那个是烟机在足是要处理，怎么处理呢？这个处理是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要学佛法，要学习，意思是这样子的，要学习，一定要看书，一定要看经典，要经典的里面要内容要了解，了解后。那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个十不善，十个不善不可以做，一定要做善和对善心做，这10个不善不要做。这样子的话，那就你可以的。对，那我们最简单的是什么呢？这个里面最简单的是什么呢？我们平常做的时候，心里面一定要好好的想所有的不特伽罗，所有的众生，心里面为了想然后呢，心里面一直想这些不特伽罗都是为了解脱，为了健康，为了心想事成，所以心里面真正的想，然后呢，心里面一直想帮助他。然后呢，为了他们就念“唵嘛呢呗咪吽”，“唵嘛呢呗咪吽”，“唵嘛呢呗咪吽”，这样子，观世音菩萨的这样子念，那就是因机赞助，这是会变小的意思是。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可以做的话，那就是做我们的下咽锅。下咽锅做的话，那下咽锅做就是那个小小的看不见的，这些都是吃得掉啊。这个是鬼啊、恶鬼啊、猪恶啊，这些都吃得到、闻得到。他们肚子饿、肚子饱，就闻到的就肚子饱了。这些都是我们就是给他们以前要还给的，这些都还给了。所以呢，我们下辈子不要这么痛苦的意思是，所以可以的话，每次都做下咽锅。这个是我们西藏人的话，早上做一次，中午做一次，晚上做一次，所以做三次。这个做三次的话，就是给他们闻一点点食物，我们人吃的都可以吃，那就是那个是没有烟的上面活的上面放，然后就烟生出来，那个是闻到的，闻到就是那个这些猪恶啊，猪恶很多很多的，就他们都闻到，就是他们肚子饱了，他们肚子饱就是我们的烟气炸组就集结了，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呢，我这里说，对，所以我们这里说，最主要是我们的密教的里面也说这样子说，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开桑切心，代代清波热特别烫，开桑切心就是利息很好的。很好的，我们帮助很好的，还有我们的希望，很大大的希望，很容易就成功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念欧玛尼边面红，欧玛尼边面红，常常嘴巴有空就念欧玛尼边面，欧玛尼边面红，欧玛尼边面红的功德很大哦。那个是按那个是我听起来很简单的，所以没有什么功德，这样子不可以想，这个是功德很大的。那随时都念欧玛尼边面红，对，欧玛尼边面红。然后呢，欧玛尼边面红的。那个时候已经我解释过了，所以那个时候不用再解释了。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伤口自己的那个有烦恼的伤口意，就是变成希望佛菩萨的伤口意得到的意思是，玛尼边面的意思是呢，办法跟智慧一起的得到的，所以意思是呢要解脱的意思是，所以是这样子。我玛尼边面，我玛尼边面红，常常念那个很好。那可以的话，每次早上做一个下咽锅，那个名字叫苏日，对，苏日这个做很好的意思是，这个做的话，等一下，是不是那个考啥小丢鼠老鼠儿对，苏日这个是苏日，啥小丢鼠老鼠儿是不对是？对，这个那做，个熟哦，就是这个对。那对，个熟，它有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早上几点以后？嗯，那个熟是下供的部分，有没对，有规定几点要？这个是我们那个如果可以的话，那个太阳没有生出来、没有发出来的时候，就做早上；晚上太阳下去了就做，意思是这样子的。太阳下去没有太阳的时候，那个诸恶都是在的意思是，诸恶都是在他们抓他们的食物。那太阳一出来，就是太阳的那个光很大，他们就怕，所以不见的意思是。哦，所以您讲的早上是一天还没有亮之前哦。对对对，意思是那这样子，您刚刚又讲说中午，那中午是意思是这样子。但是做，当然我们家乡的话，都三个都做的早上，但是我哦，们那不是做说早上做那个商榷，就是上烟供。上烟的烟锅是另外一个，那个是上烟的烟锅是另外一个，那个是上烟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自己今天要做什么，这个是为树立的，这个不是烟气炸组有关的。您说苏尔是那个跟冤亲债主有关是对吗？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哦，好的。好，那这里私人的个出面泡泡机的是说话的。那如果做这个下阴锅做的话，就是我们要观想那观世音菩萨，说话的就是顶礼他，然后呢，才能不要自己心里面不要那个是生气的，那个是这些邪当就是嗔怒这些都不要的意思是，对。然后呢，空处就是那个生气的这些都不要，开开心心的做。人早些呢，接娃当吃了蒙古烧饼，里边来吃不来得到，你地里烧完家具上面你到把那水给，意思是呢，我这就是这些
中药恶呢，这些呢看不见的这些药，希望他们保，所以这样子做。那西医里面是开开心心的做，不可以做是那个辛苦痛苦呢，那难过的时候这样子不可以的意思啊。不是那个肾气呐，还有呢什么啊、不开心的，不那个是，反正那个写动就是承弄这些不可以的意思啊。那这样佛菩萨呢，那个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呢拜拜他，然后呢这样子做的话，那很好的意思是好。那我现在这个里面呢，阴气炸作是这样子的，那个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一个念那个怎么说呢？下咽过的念的时候呢，我这里分享一下下。你们不行的话，那就可以你们念这个欧玛尼别灭红，欧玛尼别灭红念就可以。欧摩阿吼，欧摩阿吼，那欧玛尼别灭红，欧玛尼别灭红，这样短短的念就可以的。那个呃，怎么说呢？那个我们的下咽锅做的时候，那个是做的那个里面的加的那个是食物，都是一定要先加测，加测后才可以我们那边面我们这样子念就可以的。如果没有加测，那这些平常一定要没有加测不行，一定要加测在内，这样就可以的意思。对，那加持是什么呢？加持就是那刚刚那个思就是念的意思。对，有些不会念呢，不会念的时候呢，那就我玛尼边面和欧姆奥这两个也可以的。那平常念的人都很好，就是很好的意思，每次都要加持的意思。对，好的，那我想这里分享我们那个下咽鼓的时候呢。下咽锅的时候做的那个仪轨，想分享，但是现在我没有准备的那个因果的那个是没关系，我们可以找找一下。那时间也是啦。啊，请问各个教派的那个上跟素的烟供的那个仪轨是不是都不太一样？没有没有，这个是佛法佛菩萨的一样的，哦，好的。没有没有不一样的，意思是都是佛菩萨的一样的。好，我们看一下哦，这个不是，哎呦，找不到，不好意思，没关系。我以为是这个里面有，那没关系，我可以翻给那个下面。好，那我们今天下课，好，拜拜。等一下，这我我我天呢？我可以翻给我们的那个里面翻给给你们没问题的。好，好，说好，拜我们拜，可以用，拜拜。拜拜。